后来镜头刷转来外岛金门，有一间咖啡厅，店内有一对梅花鹿，因是兄妹啊，陪伴人客咧啉咖啡。原来是疫情爆发，生意真歹，头家一个灵感，为家己厝内的饲鹿仔场找这两只梅花鹿来驻店，结果是意外称红，吸引到袂少的游客。即卖这两只梅花鹿已经变做店内的招财鹿鹿。 行入去店面出来拍招呼的，不是何不兴，是这两只做古锥的梅花鹿，伊会甲你จิ้，而且会互你蒙头，做大方的。做侪人客讲真趣味，新奇啊！第一次看到这种店。这间古锥的咖啡厅是伫金门，其实这阵啊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原本生意是歹，土。头家雄雄想到讲家己有饲两只梅花鹿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无想到讲人客才介意。 看到那个网络的网红介绍，超级无敌可爱。这两只梅花鹿毛伊名，可爱的动物带来商机。头家讲，即马唔免坐飞机去日本耍啊，就当看到台湾特别有的梅花鹿，业绩嘛增加袂少。我们业绩有提高了大概3、4成左右。危机就是转机，后一回你来去金门，可能买当去感受一下，互动物陪你啉咖啡。